暑假呢排做緊咩？得唔得閒？可以嚟聽下我廢噏嘛？大家好，我係忍者。上次同大家講完正面放你太陽拳嘅月色真美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另一套向住你個胃掟閃光彈，等你一邊胃痛一邊閃盲嘅春季番。末日時在做什麼？有沒有空可以來拯救嗎？呢個名一聽就知係輕小說改編，中意感滿滿，好易俾人誤會係主角威能後宮番。但意外地呢部作品質素幾高，可以話係春季黑馬。咁到底點解又閃又痛呢？就等我同大家講一講啦。世界一幸せな女の子だ。末日時嘅故事係講世界出現咗一種叫獸嘅怪物，佢哋嘅數量太多太強大，人類首當其衝被滅族，而其他種族為咗保命就逃避到飛空島上面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反擊。只不過可以打倒獸嘅武器係人類勇者用嘅聖劍，於是各大種族研究出妖精兵，有強大魔力可以運用聖劍，但生命短暫嘅人形兵器，利用妖精兵燃燒生命換嚟飛空島嘅安全。幾百年過去啦，因為石化詛咒而一直沉睡嘅最後人類男主角威廉，終於俾人救翻。佢發現世界面目全非，失去人生目標嘅佢渾渾噩噩咁度過每一日。某日，威廉嘅朋友介紹佢去做武器倉庫管理員，但實際工作其實係照顧妖精兵。而再次同一大班人生活，令威廉諗翻起以前有家嘅日子，開始想留低。故事就係圍繞住蘿莉康威廉、一大班蘿莉以及要參戰嘅少女妖精兵之間嘅生活點滴。通常輕小說改編呢，難免有啲通病，例如節奏快、內容設定多、配角戲份少，俾人一種故事唔連貫、事件呢頭發生嗰頭完結、前文不對後語等等嘅問題。因為普遍嚟講，12話動畫係唔足以表現咁多內容，主要因為故事終點定得太遠，結果要壓縮刪減好多劇情。幸好呢部動畫有原作者把關，佢幫第一同最尾兩話執筆，將內容控制翻響3本書左右嘅劇情。由於開頭結尾都決定咗，製作組可以好好控制成個故事嘅過程，所以比起好多改編作品，末日時基本上都合理通順，足以彌補翻部分避免唔到嘅問題。例如男女主角嘅感情發展極快，獸同星神嘅解釋唔夠多，呢一類比較深層次嘅設定。其實製作組都好清楚呢部作品嘅主題係妖精少女嘅幸福故事，所以響簡化世界觀，慢慢將設定講解嘅同時，都將重心轉移到男女主角身上，表現女主角柯朵莉為愛情嘅付出，可以毫不猶豫咁面對戰鬥同死亡，所以男女主角嘅戲份非常充足，雙方有大量互動，例如告白、為對方下廚、主動拖下手仔咁啦。掉閃光彈嘅方法呢，就層出不窮，根本就係虐死單身狗咁滯。比起餵藥，其實需要多幾副眼鏡防慢。而故事一開始就強調妖精係作為兵器出世，同時係戰爭嘅消耗品，一生就只有戰鬥，隨時係可以犧牲嘅。佢哋嘅結局唔係戰死就係人格崩壞，能夠脫離戰鬥輪迴嘅妖精係少之又少。柯朵莉一開始就決心送死，覺得為世界奉獻生命就係妖精嘅宿命。但係遇上男主角威廉之後，除咗揾到一生最愛，仲明白死亡唔係唯一選擇，唔可以隨便犧牲，因為有等待自己翻去嘅另一半。正因為柯朵莉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於是用盡全力捉緊自己嘅愛情，成功換嚟一生承諾，而喺生命中最璀璨嘅時刻，能夠為最愛付出自己嘅一切，發出最耀眼嘅光芒。正如柯朵莉嘅對白，佢冇辦法更幸福，因為喺嗰一刻，佢已經係世上最幸福嘅少女。呢部動畫由老牌動畫公司 Satellite 製作，淨係講 Marco 系列啊，都知佢哋有幾勁啦。加上老牌音樂公司 Lantis 負責配樂，所以末日時不論畫面、分鏡、音樂都有一定水準，而插曲嘅運用更加係畫龍點睛。作為主題嘅英國民謠 Scarborough Fair， 歌詞之中仲暗示男女主角最後嘅結局，甚至第一集同最後一集嘅分鏡都有相同之處，成功做到首尾呼應。劇本方面，呢部作品依然有一般嘅輕改通病，設定多，交代唔完整，需要留到第二季交代。如果有嘅話，聽講四色羅好重要㗎。不過故事節奏好，劇本重心夠突出，令人清楚感受到核心內容。
畫面、音樂都係中上水準，插曲運用得宜，整體嚟講係優點多於缺點，所以我會俾8分，係值得一睇嘅佳作。而呢部作品唔少原著黨都話改編得好，所以大家如果得閒嘅話，不妨睇下呢個講述世上最幸福少女嘅故事。今次就講到呢度，響度都多謝負責寫稿嘅 Dion，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同提議作品俾我去點評一下。中意嘅朋友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